在《雪中悍刀行》当中出现过不少奇特的异兽，这些异兽类似于神话当中的一些具有奇特天赋的怪物。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原著当中都出现过哪些异兽呢？第一个六年凤，首先就是徐凤年的六年凤了。六年凤是楚禄山亲自给徐凤年熬出来的，六年凤是青白鸾中最上品，比三年龙和秋黄这两个品种还要稀有。这只六年凤，无论徐凤年在哪儿，他都能精准的找到徐凤年的位置。徐凤年一般用它来传递情报。曾经凉州有一位权贵用黄金千两和3名美妇和徐凤年交换六年凤，却被徐凤年给轰出了大门。六年凤是两辽猎户评价的万鹰之神，是最凶猛的狩猎鹰。第二个魔兽，魔兽就是大熊猫的另一种称呼。呵呵姑娘的坐骑就是一只魔兽，魔兽是西蜀特有的品种，古书当中记载它喜欢吃钢铁。呵呵姑娘骑的那只魔兽就是她从西蜀带到北凉的，原先还只是一只小熊猫，被她养成了大猫。可能是黄三甲在这只魔兽年幼时加了不少料，所以长大后战斗力极强，连成年的虎魁都被他给击败了。只可惜这只大熊猫在后来北莽蛛网刺客追杀时，为了保护呵呵姑娘死掉了。为此呵呵姑娘伤心了很久，后面徐凤年又从西蜀给她找了一只小的回来。第三个黑虎，黑虎生活在龙虎山中，原本是山中的百兽之王，个子是寻常老虎的2倍多。后来在山下听齐宣真讲了10多年的经，便有了灵性，于是便跟着齐宣真成了他的坐骑，常年跟着齐宣真，福缘极重。后来徐凤年来到龙虎山后，将他给收服，跟着徐龙象一起下山后，黑虎也加入了军队，成为了徐龙象的专属坐骑。徐龙象在战场上经常将它当作武器丢出去，一砸就能砸死一大片的敌人。在《雪中悍刀行》当中也是有异兽存在的，这些异兽都有各自的天赋神通。那么原著当中都出现过多少异兽呢？第4个虎魁，虎魁是一种隐藏在地底黄泉中的雄魁破土而出后和老虎杂交生出来的异兽，只有1只独角和4只角，成年后是双脚6足，满身都是漆黑的鳞甲。这种鳞甲的强度丝毫不亚于4大宗师之一的福将红甲。成年后的虎魁大概有1品境界的实力。在青阳山当中有一只怀孕的虎魁，本来在山中称霸的他遇到了呵呵姑娘和她的大熊猫，就这样死在了一人一兽的手上。他的2只幼崽被徐凤年给收服，被当作宠物养在了清凉山当中。第5个彩鳞，彩蟒是北莽10大魔头之一的彩蟒锦绣狼拥有的异兽。悍刀行当中的蟒类都属于龙种，每一个都不简单。这只彩蟒也是，彩蟒锦绣狼曾经碰到过一只在化龙时死去的七彩母蟒，将它的腹部剖开后挖出了3枚蛇卵，蛇卵孵化后，他用无数的丹药和血肉温养了20多年的时间。成长起来后的彩蟒只比当年的母蟒差上一线，身负龙象之力，皮肉刀枪不入。无数的1品高手栽在了这只彩蟒身上，金刚境的高手被它咬上一口，立马就会失去知觉。只可惜彩蟒锦绣狼遇上了当时已经是大金刚境的徐凤年，在追杀徐凤年时，被徐凤年回头一刀给斩杀了。第6个魁元，魁元和彩蟒一样，也是龙种。这种异兽不逢乱世不出水，在王初东出生时，这只魁元爬到了王初东的家门口，他背上背着一个巨大的石碑，据说这是一只当年大禹治水时的神物，也是这一世王初东的长命物。在《雪中悍刀行》当中出现过不少奇特的异兽，这类异兽类似于神话当中一些具有奇特天赋的怪物。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原著当中都出现过多少异兽呢？第7个丹顶鹤，丹顶鹤算是雪中当中记载的排名首位的异兽了，甚至可以说是神兽了。它是当年吕祖留在武当山上的坐骑，也就是说它已经活了500多年了。洪喜相觉醒了前世吕祖的记忆后，骑的迈巴鹤就是这只丹顶鹤。在他下江南救下徐之虎后，这只丹顶鹤也跟着徐之虎一起飞升进入仙界了，算是真正的成为了一只仙兽。第8个朱雀，徐凤年机缘巧合之下进入仙界的街市时，曾碰到4位地位很高的神仙，这4位应该就是4方的天帝。其中1位的肩膀上就站着一只赤红色的小雀，这只小雀最终叼着一只小蛟龙，所以它肯定是一只神兽，猜测它是神兽朱雀，属于天上的物种。第9个麒麟，麒麟也是祥瑞的仙兽，在人间只有1只，被北莽道德宗的宗主麒麟真人袁青山养着。这只麒麟是一只幼年麒麟，当初彩蟒锦绣狼曾进入道德宗的禁地偷这只麒麟，被麒麟真人发现后，一直将他的脊柱给击碎，将他的修为给废掉了。后来袁青山飞升进入了仙界，这只麒麟很大可能也被他带去了。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在留言板讨论。最后走之前不要忘记关注乐风啊。